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老早吼，伫咧礼拜的时阵，大家会当组织做伙来敬拜主。大家即礼拜过了敢好？好，感谢主，感谢主。无论是伫咧啥物款的环境，因为有信心伫甲阮引带，所以咱拢会当有主的疼，拢会当伫主的疼内底得到喜乐。好啊，礼拜的大声，请咱即马做伙安静，咱做伙来祈祷。主必疼痛，看顾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咧礼拜四的早起，你组织阮众人做伙伫咧你的圣殿，阮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头前。主啊，透过今仔日的主日礼拜，阮要搁一遍，甲阮的心放在主你的面头前，阮要你来跑走，阮要来追求你的话语。追求你对阮人生、对阮的性命、对阮的生活的安排。主啊，愿你会当看顾，嘛会当甲阮规场的礼拜做伙来支持。愿你的圣神引带阮每一个人，引带阮的思想，引带阮的态度，引带阮的心。当阮来到圣殿的时阵，阮会当专心仰望你。恳求主看顾今仔日的礼拜，伫咧每一个位、每一个所在，当阮拍开阮的耳仔，要来听主你的话的时阵，恳求主你的话就进入伫阮的心。阮还阁有伫咧路上，还袂来甲圣殿的兄弟姊妹，也愿主会当顾守因的脚程，互因会当平安、紧紧来甲主的殿来敬拜你。主啊，恳求你即时甲阮支持，自头到尾。今仔日的敬拜，拢恭敬交托伫主你的手中，安尼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基督耶稣的圣尊名求，阿免。各位兄弟姊妹平安，真欢喜咱早起做伙来敬拜上帝。伫咱开始礼拜进前，咱做伙来练诗。今仔日要练2首诗歌，这2首诗歌拢是大家真熟的。咱首先先献开132首，耶稣听我知名。咱先唱第1节，咱先练一遍。耶稣听我知名，因为记载伫圣经。细汉囡仔虽能食，耶稣话听小命命。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载伫圣经。这首诗歌拢唱甲真熟啦吼。这首诗歌的作词者是 Anna Barrett Warner， 是一位美国的圣诗的创作者。我咧看这首诗歌的时阵，咱咧唱的时阵，拢有唱到伊内底有一句词讲：细汉囡仔虽能食。所以我想起讲，顶届同款是我领诗的时阵，有一首诗歌是日本的囡仔写的，大家有印象无？日本的8岁囡仔写的，是安怎伊8岁写迄首诗歌？因为着真严重的病，也无8岁着上帝接去天庭，甲耶稣做伙大。所以，伫伊6、7岁的时阵，就用伊迄个时阵对信仰的认捌，创作出迄个真简单，但是佫真深刻的诗。所以我想讲，这首歌的感觉有一点仔像，是毋是同款是美国的囡仔写出来的诗？后来我查者才知影讲，毋是，
这故事无啥共款。这首诗歌是这个安娜这个作者，伊的妹妹是一个写小说的人，伊写小说的人写一本小说叫做《Say and See》，内底有一个角色，同款是囡仔，同款得癌症，所以伫真细汉的时阵，伊安那着互上帝接去。伊伫伊过身进前，伊伫迄册内底的角色。就是透过这个囡仔的嘴写一首诗出来，所以伊的姐姐安娜看到伊这本小说了后，受到感动，所以将伊内底这个册内底的歌词，甲变做圣诗的歌词。所以虽然咧唱起来，感觉讲甲顶甲迄首甲日本囡仔写出来的诗，其实咧感觉有一点仔像，就是讲伊的诗真简单。但是佫真亲切，敢若咱是上帝的囡仔，迄种足纯真的感情来认捌这个信仰共款。所以咱咧唱这首诗的时阵，咱会当有这种联想吼，就是将家己活倒转，亲像囡仔共款，伫上帝的怀抱内底。咱佫唱2节。耶稣听我知明，因为记载伫圣经。细汉囡仔虽能食，耶稣话听小命命。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载伫圣经。耶稣听我，伊有心，有将天门开到你，我的罪过伊洗净，好伊洗行一内面。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载伫圣经。来，真好，咱阁献开140首。140首，耶稣的手扶持我。同款，咱先唱第1节。耶稣的手扶持我，安稳的行径，进来那阴影对我，我灵魂安宁，温柔听的声音，慰解我心忧闷，对应光天堂降临，常常安慰是阮，耶稣的手扶持我。安稳的心情，任夜来引了我，予我灵魂安宁。不要紧，先唱第1节就好。这首歌咱嘛是真熟悉吼。这首歌其实我咧练习的时阵，咧查考的时阵，我就感觉讲。今仔团队咧找这个诗歌的时阵，应该是有主题的，因为这首歌的背景，甲头前迄首歌其实是有一点仔像，所以写出来迄种旋律甲歌词内底的感情真相像。这个作词者 Fanny Jane Crosby， 我那是美国人，我那是女性，伊会创作这首诗，其实是因为有一个。失去伊的查某囝的妈妈，查某囡仔真细汉就因为叛变失去。
来找这个创作者，这个创作者甲安慰了后，伫这个失去查某囝的妈妈心内，伊得到安慰。伊心内出现一句话，伊讲：我的查某囝伫耶稣遐，就亲像上帝咧甲抱共款，伫上帝的怀抱内咧甲抱，所以伊会真安全。所以这首诗歌伊英文叫做《Safe in the Arms of Jesus》，就是讲伫耶稣的手怀抱内底，伊是真安全的。所以耶稣的手扶持我，这是咱台语的翻译。英文来讲是伫耶稣的怀抱内底，伊真安全，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可能就是咱今仔日团队要甲咱传讲的主题。所以这两首诗歌背景拢真像。咱共款第1节甲第2节，咱搁来念一遍。耶稣的手扶持我，安稳的心情，忍耐那引领我，互我灵魂安宁。温柔听痛的声音，回头我心犹稳，对阳光天堂降临，常常安慰是阮。耶稣的手扶持我，安稳的心情，忍耐那引领我，互我灵魂安宁。耶稣的手扶持我，运动拢无烦恼，世间要袂颠簸，做袂害我跋倒。犹阮袂做我头家，了伊行遐拢煞，迄失去连老目屎，拢袂互我摇转。耶稣的手扶持我，安稳的心情，忍耐那引领我，互我灵魂安宁。好，这时请咱闭目心来开始今仔礼拜。
恁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保养伊的所做，着向伊吟诗，向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即时，请咱做伙来吟新圣诗132首。耶稣听我，我知明；耶稣听我，我知明。耶稣听我，我知明，因为记载伫圣经。细汉囡仔随软食，耶稣话听小命命。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载伫圣经。请咱起立吟全首。坐。即时，请咱用主所教示的祈祷文来祈祷。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市，着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即时，请咱做伙来启应定时信息的后面，启应文第34篇，就是诗篇第146篇。启应文第34篇，诗篇146篇。显着咱做伙来启应，着称赞上主。我一生要称赞上主。毋通我靠君王。伊一个断气就归土。靠雅各的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伊创造天地海，嘛创造其中万物。伊为着上枉屈的人伸冤。上主讨棒受冤家的人。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
上主保护出外人，伊扶持孤儿寡妇。上主会永远做王。着称赞上主。即是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今仔日同心合意，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领受你的话语。虽然阮心内有真侪担担，独独伫你的圣神内底，阮得到自由，心灵得到透放。感谢你每日的看顾，即时阮将国家、教会、兄弟姊妹逐项需要，拢交托伫你的手中。主啊，你是阮的避难所，阮的山寨，阮所倚靠的上帝。恳求你保守阮的社会，赐智慧，互执政掌权的人，互因会行公义，照你的旨意来行。愿阮做你的百姓，行出美好的见证，将荣光归伫天顶的爸。主啊，阮中间有兄弟身体欠安，求你医治，互因袂惊吓。抑阁有心灵忧闷的，愿圣神亲身安慰，赐平安甲大快乐，稳定甲慈悲，抵卡对阮到一世人。阮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刷来新学期要甲开始，求你保守所有的学生，互因有新眼光、新智慧，无论是学习也是人际关系，拢得到你的应许，活出荣耀你的性命。即马玛纳团契伫咧台东举行生活营，愿你保守因出入平安，互参与的人终身得到快乐，享受你的祝福。也感谢你看顾人风雨互应对，愿参加的人拢感受到你的疼，愿你的真光也继续照伫每一人的心内。请你大大的继续使用阮，保守每一个团契甲会友的服侍，拢会使成做合你心意的器具。天父上帝，阮一切祈祷拢交托伫你，求你应许阮，互阮伫礼拜中哪来哪亲近你。阮安尼祈祷，拢是互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即时，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第86面，路加福音第13章第10节到第17节，路加福音第13章第10节到第17节。显着，我即马来读。安息日，耶稣伫一个会堂咧教示人。拄当有一个妇人犯着邪神，治病18年久，稳久拢袂剩得。耶稣看见，就叫伊讲：“妇人啊，呾你脱离你的病啦！”就用双手甲伊hand，伊即时剩得，就归荣光上帝。管会堂的因为耶稣伫安息日医病，就受气。对众人应讲，有6日应该着做工，迄6日间通来受医，安息日毋通。
若是主应伊讲，过好诶人啊，伫安息日，恁犹无逐人对所里偷伊诶牛也是驴，牵去食水吗？即个妇人人是亚伯拉罕诶后裔，互撒旦绑伊已经18年久，敢毋应该伫安息诶日偷伊诶肝吗？耶稣讲安尼，才会对伫拢见笑，众人因为伊所行一切阳光诶事，拢总欢喜。圣经读到遮，即马请圣歌队来献诗，因要所献诶诗是和平踮伫恁。主
即时请本堂李传道来讲道，题目是伫听里伫头放，伫听里伫头放。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好，伫开始讲道之前，咱做伙来祈祷。天阮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伫礼拜透早自己伫遮来朝见你的面。愿主你的圣神即时甲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同在，互无论是讲的也是听的，拢伫圣神的启示甲带领内底得到利益。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伫开始之前，要来甲大家分享一段影片。被敌方海绵放飞，那他需要抢夺笔记本到我方安全区内。有一道光芒在绽放，跟着地球自转的方向，穿越地平线、沙漠和海洋，打在我跳动的心上。这旅程超越我想象，充满刺激冒险的风浪，开启了双眼。你们看，吵什么吵啦？就算没有地图，只要有我带领大家，就一定没问题。况且，要不是这旅程超越我想象，充满刺激冒险的风浪，开启了双眼，就能看得到终点站在不远前方。星星却在发光，每个角落。你给我信心，能胜过世界。想不想和我一样这么炫？快把耶稣接到心里面，生命改变就在今天。加速的心跳，快蹦上！热情在燃烧，被释放。星星正在发光。角落都被照亮，让这地美丽的像天堂。我们正在发光，蓄势待发，载着梦想。世界今天开始不再一样，这是爱的力量，正绽放光芒。这也是南方澳教会周牧师。这也是闯关的迄个关主角色人物。一天。
朋友放学一起走回家。去打点了唱后。发生什么事情了？你睫毛倒插啊，然后牙齿又掉了，所以就赶口了。也喜欢这和小朋友的卡片。所有小朋友拢跟最后一个结局，他们想象中的结局，就是因做伙找着生命的光。看过一个故事，他就是说有一个名叫胡桃钳的，他刚买的时候就少一条腿，然后呢，因为他很坚强，不管有没有少一条腿，他都很坚强。他的笑脸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不管风浪，拼生命都可以完成自己要完成的任务。他的头上是王冠，因为他很勇敢又很坚强。所以我值得他戴这个漂亮的王冠。我之后想当一个坚强的人。这只是孔雀，它有的特质是它有想象力，还会观察有没有人要吃掉自己。它喜欢交朋友，它很亲近人，很可爱。它是活泼的小孔雀，这些特质是我身上有的。我参加这3天的营会，我很开心。这是今年当耶稣的听去到南方河这个所在，互这群囡仔伫听内底，因的性命得到透放，发出光明的一个故事，就伫这个影片内底要来甲大家分享。伫今年的福音队的主题叫做。拍摄，帮我转一下 PPT， 谢谢。第今年的主题叫做“爱放光芒”，也就是阮希望讲，当上帝听进入到这个囡仔的心中的时，因的生命就会当得到透放，因的生命会当来发出上帝的光。阮希望讲，因会当透过阮所设计遮个活动、戏剧、歌曲、跳舞课程，也是讲手作，来帮助伊来超找到上帝创造因的时，就藏伫因生命中间迄个美好的特质，迄个美好的光，互因会当透过安尼，因的生命发出光。所以我想要问今仔所有兄弟姊妹，当咱通拄读今仔日的经文的时，
伫今仔日的经文的故事内底，恁感觉是谁受到束缚，阁是谁需要耶稣的疼来得到讨放？伫今仔日的即个经文的故事内底，咱看到讲整个犹太会堂内底的人，甲即个富人人，差不多有即2种的人。耶稣迄个时代，犹太会堂的内底的法利赛人、文士等等的遮个人，因已经形成一种的律法的主义的即个宗教形态。即个律法主义的源头是倒位？其实咱会当来知影的，就是伫咧摩西迄个时阵，上帝颁布互即个以色列人的律法。伫咧律法之前，咱知影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其实上帝嘛要透过即个过程，互遮以色列人知影，伫咧律法的进程应该是疼甲稳定。后来即个律法经过侪的即个过程了后，一直到圣殿受毁坏，遮上帝的百姓受掠去到巴比伦的迄个时阵，因为因开始失去即种圣殿甲献祭的宗教的礼仪。所以因转来祈祷、读圣经、守安息日等等的遮个律法的遮个礼仪，遮个礼仪嘛，诚做遮上帝百姓身份的一种的记号。嘛，伫即个时期渐渐会堂的即个形式渐渐来出现，一直到以斯拉甲尼希米即个时期，因受到讨放的，咱等于到因的所在，因重新公开来宣布即个律法，要所有属伫上帝的百姓拢爱守遮个律法。这嘛诚做一个因对伫家己身份认同的一个连结。过来就是进入到希腊来统治即个以色列地区、犹太地区的时阵，遮犹太人因受到统治，受到一个希腊化的政策的一个统治，所以伫迄个时阵，因受压迫，爱来放弃原底因的信仰，甲因的宗教的礼仪等等的遮个宗教行为。也因为安尼，伫咧迄个过程中间，因拢放弃过去遮个宗教的遮个献祭，也是讲啥物因过去宗教的遮个习惯等等的遮个。但是嘛，伫即个迫害的中间，因出现一个马加比的运动，即个马加比的运动嘛推翻希腊的政权，嘛就伫迄个时阵守律法，无过只是宗教的即个规范，守律法的行为，无过只是为着要守掉上帝的恩典，甲选民，因是上帝的选民的身份，变成是一种守即个律法，变成是一种荣耀，也是讲身份，对伫家己民族复兴的一个象征，所以伫迄个时间，守律法即件代志，变做对原底因是要回应上帝的恩典甲疼痛的即个行为。因为受到政权的压迫了后，因变做是一种我要守着家己的民族，我的身份，所以开始有一寡的变化。所以守律法即个敬虔的行动，对上帝起初救赎恩典甲疼痛，经过历史的变迁了后，无过是上帝选民对伫上帝恩典甲疼痛的回应。煞来诚做分出你甲我的一条界线。我是属上帝的，你毋是；我是尊贵的，你毋是；我是上帝所疼的，你毋是。也伫即个故事内底，咱会当来看到，恁感觉讲受到捆绑的人是啥？是迄位受到贵妇身破病18年的妇人人，也是迄群伫咧会堂内底用错误的方式守着家己的身份，煞因为安尼来甲得救失去关系的人。对我来讲，因拢需要伫耶稣基督的疼内底来得到讨放。甚至我认为会堂内底的遮个人，因更加困难，嘛更加需要来得到耶稣的疼的讨放。因为遮个人因用尽一生要来证明家己的身份、民族甲荣耀，总是这嘛是诚做一种的束缚。而且即款的身份认同，伫咧有意识甲无意识的中间，嘛造成束缚别人性命的一种的行为。所以总是当耶稣的疼拢来到因的面头前的时阵，颠倒是这位妇人人，伊更加容易来接受耶稣的疼。甚至耶稣搁伫遮进一步讲，伊即个妇人人，伊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想耶稣伊要讲的是，你看，恁拼死命要守遮的规律律法，是为着要证明恁是上帝的囝儿。
总是即个妇人人，当伊单纯来接受耶稣基督的疼的时阵，伊就证明，伊就得到耶稣基督囝儿的身份，活出自由得到透放的性命。其实因拢是受到捆绑的人，一个是受到宗教的捆绑，一个是受到宗教传统，佮有因所生活的社群来捆绑；一个是受到病痛、撒旦佮身份的捆绑。若是安尼，咱搁较亲像啥物款的人？伫咱的生命内底，有啥物是需要互耶稣基督的疼来透放咱拍破的呢？对伫咱个人来讲，我想，对伫基督徒来讲，可能较侪会出现的，就是咱以为咱是基督徒，所以咱爱照热心来服侍。但是投入去服侍的过程中间的时阵，咱渐渐有情绪，感觉真忝，也是讲感觉为虾米拢是我咧做，为虾米其他的人拢无要来服侍，也无就是感觉讲服侍占用着我伤侪的时间。到最后，咱颠倒伫服侍即件代志顶面有情绪绊倒。服侍无应该真做束缚咱的锁仔，更加毋是真做得到上帝保守较稳定的条件，嘛毋是真做束缚别人的锁仔。服侍是因为咱深深感受到上帝的疼，咱所做出来回应的行动，是为着要报答上帝的疼甲稳定。然后伫咧服侍的过程中，来亲近上帝，经历到甲上帝做伙同工迄种美好的关系。讲实在，团队当然很在意讲，咱的教会的兄弟姊妹敢有法度做伙来同工，因为若是同工收少团队真正会忝死。总是团队的祈祷是求上帝的疼。呼召侪的兄弟姊妹愿意做伙来参与伫教会的服侍内底，是受到上帝歹势，受到耶稣基督的疼来呼召，做伙服侍回应主的疼，透过服侍来建立这个属灵的家庭，祝福这个地区，嘛祝福众兄弟姊妹。若是讲到教会，有真侪教会为着要守调这个信仰的传统。教会的习惯，甚至是讲人的习惯，成做一个束缚教会进步的锁仔。我并毋是讲教会一定爱求新、求进步、求改变。我要讲的是，咱的教会应该爱成做一个时时刻刻对焦伫咧上帝真实的疼甲心意内底的教会。咱需要时时刻刻重新对焦咱的所作所行。所思所想，敢有是伫上帝的心意甲带领内底。当咱的教会，咱每一个人爱着信仰的大，已经行了130年了后，咱真有可能亲像会堂内底遮的人，受到一个可能连家己拢无清楚的习惯，也是讲身份，煞因为安尼，到最后连啥物是耶稣基督的疼甲心意，咱拢无清楚。毋知影对咱每一个人来讲。咱的教会有啥物款的所在，是需要互咱有重新的眼光，重新来得到上帝的疼的透放的。这个问题要邀请各位兄弟姊妹回去来思考看卖。总是伫今年的这个暑假的时阵，我看见当咱的教会愿意透开这个束缚的锁仔的时，上帝就要做新的代志伫咱的中间。咱的教会伫去年开始就将夏令营交接予青年来主办，也支持青年来举办这个福音队的事工。这是一个脱去束缚的锁仔的过程，是一个真冒险，煞也是伫疼内底的传承甲交托。当咱愿意透开这个锁仔的时阵，毋但是咱经验到上帝真实的带领，甚至拍开咱教会青少年因的属灵的眼光。互因看见讲，遐有欠缺、软弱、有需要的人，同时这些青年嘛，伫咧付出疼的过程中，因亲身受到上帝的疼来充满。伫今年的暑假，夏令营有53个囡仔，福音队有45个囡仔，咱的教会差不多有差遣差不多40几个同工来成做上帝的疼的出口。总共互差不多有98个囡仔
深深感受到上帝的疼。伫今年的这个服侍，我真正看见咱的教会有成全的疼，有基督的疼。也因为这份疼甲信任，互遮的同工因深深的感受到，看见上帝的疼，透过因无够完全的性命，说互遮的囡仔性命顶面展现出这个完全佮温柔的疼。伫咧过去2年的这个福音队的总召是信群，伊带领同工建立一个福音队有真好的一个模式。一直到今年的总召是陈恩，陈恩伫今年有加上侪过去无试过的遮的事工。咱的牧师提议讲要去家庭做探访，同工提出讲要用戏剧来串联整个福音队的课程。信群提出要煮饭。伯恩甲陈恩提出讲要做即个卡片，互小朋友。其中，当信群我来提出讲，伊想要来安排煮饭的代志的时阵，我甲牧师的第一个想法是讲，要互大家遮忝吗？该煮饭，遮个同工敢会伤忝？后来我发现袂，你知影啥闹无？因是我咧煮啦。无啦，有啦，同工嘛拢有斗相共啦，嘿。开玩笑，牧师嘛有测试过，嘿。总是伫迄个时阵，其实我甲牧师，阮拢用过去的经验甲想法，要去为着遮个同工来设想。但是后来信群甲我讲，伊传一篇讯息互我，伊讲团长，我甲义气想要煮饭，是因为即摆咱的同工的人数有够。我想咱会当加做寡，咱会当省较济的钱。而且咱会当搁互同工煮饭，伫咧款遮的物件的时阵，体验到做伙团契生活的一种时间。上重要的是，因两个佫讲，因为阮无想要一直买外带的物件，然后制造很多的垃圾。当因讲出遮个想法的时阵，我反倒感觉小可见笑。我徛伫即个，我只有徛伫即个疼惜同工的立场去想，反倒是。咱的青少年，咱的同工，因是徛伫信仰的立场来思考，讲要节省会有辛苦奉献的每一分钱。因想要互同工来体验着彼此相听、彼此服侍的团契生活。因想要来保护上帝所创造的这块土地。若是我带着过去遮的习惯甲眼光，受着捆绑，我就失去互遮的囡仔青年，因用因的服侍活出信仰的机会。对我来讲，无论是会堂内底的人，也是破病的妇人人，因拢面对同款的问题，就是当耶稣基督的疼来到因的面前的时阵，因敢有愿意拍破家己过去自我的限制，单纯的来接受这份会当互因的生命得到透放的疼。我想，咱的教会所有兄弟姊妹同工，甚至是咱的青少年同工。因也就是伫自我的限制，甲耶稣基督的疼中间，因愿意选择来拍破这个束缚，活出耶稣基督的疼的人。教会的福音队甲夏令营，咱的青少年应该伫写教案，用文山教会的历史、马街的历史，要来甲文山这个地区的囡仔来分享一个疼甲呼召。一开始我听到这个主题的时阵，我心内想讲。这个社区的人，哪有可能对咱教会的历史有兴趣吼？结果透过伯恩带领同工做伙来设计遮个教案、甲活动等等的，最后遮个囡仔透过因的想象，做伙来建立一个因心中的教会。伫这个过程中间，我真正看到讲，这是一个改变，这是一个吸引遮个社区的囡仔对咱的教会、对咱的信仰有兴趣的一个开始。上互我印象上深的是咱的同工李祥浩先生，伊一开始吼，伊讲吼，我无想要做小队服啦，我无爱带囡仔啦。结果吼，伊就选择要去活动组。结果最后一天，伊讲我原底想讲活动组较用，结果活动组上无用。总是伊最后伊分享讲一句话，伊讲，这个营队互伊了解啥物叫做积财宝伫天顶的意义啊。所以我真正伫即个暑假内底看到，无论是咱的青年的同工，也是讲咱所带的遮个囡仔，因的性命真正透过因的服侍，
因咧陪伴遮个囡仔，也是讲伫遮个哥哥姐姐的陪伴内底，因的性命拢得到大大的改变。伫今仔日的经文的最后，咱看到讲遐甲耶稣对敌的人，因听了耶稣的话，拢感觉真见笑。我毋知影伫即个见笑的背后了后的生活，因敢有偷开束缚因性命的锁啊？遮个人的性命敢有对束缚中间得到偷放？咱毋知影。总是影对中间，我看到的是咱的青年的同工，因伫咧付出疼的过程中，真实看到讲家己的欠缺甲软弱，就亲像耶稣显现遮完全的疼，伫即个会堂的人的面前。上时上帝也透过遮服侍甲遮个囡仔的性命，互咱的同工来看到疼的可能，看见家己性命的欠缺。看见家己性命的软弱，然后上帝悠然拣选因，成做疼的出口。当咱的同工因愿意来接受上帝的疼，一切就变了无共款。毋那是因家己的性命得到上帝的疼的充满甲偷放，遐有需要、有软弱、有欠缺的人，嘛透过咱教会的少年人，得到上帝的疼甲偷放。当耶稣会听临在伫迄个会堂的时，会堂内面的人面对着两种的选择。第一种的选择是，要活出恁是要守掉即个荣耀的身份，也是讲第二个选择是，恁要活出上帝囝儿的身份。恁是要守掉即个荣耀的身份，也是讲恁是要活出上帝囝儿的身份。亲爱兄弟姊妹，对恁来讲，恁是想要守掉这个基督徒的身份，也是想要来活出这个基督徒的使命？若是会堂内面的这个人，因会当超越一切的束缚，单单为着耶稣的疼，偷放迄位富人人，大家做伙来欢喜的时阵，你敢会当想象迄个会堂内底就马上充满耶稣基督的疼伫内底？伫迄个会堂，伫迄个时刻，真正是真做有主临在的圣殿。当两个群体无过是互相排斥，而是伫主的疼内底同心领受疼的见证的时阵，这才是今仔日经文内底应该爱有的美好的结局。这个美好的结局的画面，伫今年咱教会的青少年所主办的这两个营队，我有看到这个画面。咱的青年其实侪拢是自细汉就伫教会内底大汉，因伫暑假吼，因应该是会当参加搁较侪较好耍、较舒适的这个营队。总是因选择要参加夏令营，也是讲福音队，因困伫迄个涂骹顶面。因困伫一个真无介清气的所在，因嘛无食了介好，也是讲真热的天气，也是讲风台天的过程。因无看这一切的困难，因单单是因为因伫教会内底，因有看到、听到、感受到上帝的疼，所以因想要将这份疼分享出去。也因为安尼，咱的教会伫今年伫咱的社区，伫咱丰澳的社区。互要将近100个囡仔，甚至是遮个囡仔的家庭，拢体验到上帝的疼。有一个家长伫咧最后成果展的时阵，伊偷偷去甲陈恩讲，伊讲：我明年要互阮迄个囝卖补习，我要来恁的营队。今年因囝，因今年敢若有一节来尔，弟弟讲要去补习，所以无来营队。总是当遮个家长。透过阮的探访，透过成果展，透过阮的分享，伊甲总招讲，明年我要互阮囝无爱去补习，要来恁的即个夏令营。最后，要甲大家来分享即届福音队所有的青少年同工，做伙替囡仔备办的一个神秘的惊喜。因献上2首诗歌，因为因足期待要将因所有的疼，透过因的歌声来送互遮个囡仔。
这个影片开始是伫咧最后一天成果展。阮邀请侪侪的家庭、带囡仔来到教会来看遮的囡仔的表演，看当天的戏剧的表演。哇！最后因分享，当因来到这个所在，有彼此相认，这个光就是安放了这个所在来发光。以及40多位的小朋友在南方教会终于找到了光芒。算看卖有几个同工咧哭。在小朋友嘛，刚同在，这就是咱咱办的成果展。就是这个爸爸讲要互囝来教会。这个小朋友因为甲阿丁细汉时了这些。所以两个感情就好。我一共，当爱放光芒的时候，我们的心跟着跳动，在生命艰难的背后，依然有灿烂的笑容。当爱放光芒的时候，冷漠的黑暗就要退后。让我们紧握双手，相信你的爱能够陪我。当阮透过每一个透过迄几个暗时的时阵，去家庭探访的时。阮真正看到，真正体会到，因的生活有侪侪无容易的所在。看见因的家庭，教养的问题、经济上的问题、家庭的问题，造成遮的囡仔因的性命的光受到压榨。对一开始，遮的囡仔因来到营队的时阵，因毋知影家己有啥物特质。有的人讲家己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人，有的讲家己是白目的人。甚至有会讲无啊，我就是一个人尔。
到最后，因会当来分享讲，我是一个坚强的人，我是一个温柔的人，我是一个善良的人。这对阮的遮的同工来讲是足感动的代志，因为看到讲上帝会听，真正互遮个囡仔的性命变成是一个光明的款式。即摆讲拢足感动的，因为我感觉真正遮个囡仔的性命的转变，对第一天伫遐咧相拍，到最后一天，因两个伫彼此伫遐分享讲，我的特质是活泼安妮的咧，我的特质是积极呀，吼所以伫即个过程真正看到讲囡仔会因彼此安尼足单纯的分享，真正看出着遮个同工因所设计遮个教案，真正会当互遮个囡仔的性命得到转变。就亲像最后总召成人伫咧成果发表的时阵，伊甲遮个家长来分享，伊讲：阮流目屎的并毋是因为阮毋甘，阮艰苦，是阮真正伫遮个囡仔的身上看见，阮期待带互因的光，伫因的性命真正发出光。阮所有的同工真正伫即短短的3天的营队内底，看到遮个囡仔对自卑、无礼貌、互相攻击，到最后温柔、自信、喜乐，也因为安尼，阮流出感动的目屎。所以团队真正要代表福音队甲夏令营，多谢所有兄弟姊妹伫即站的过程，多的祈祷、奉献甲关心。我真正看到讲，当咱的教会做伙伫即个服侍顶面同心合意的时阵，透开遮个所爱束缚的时阵，咱的教会真正会当互即个所在，互侪人的性命得到光明。我真正看见讲，咱的教会真正有盼望，是当咱自信伫上帝的身上的时，咱的教会就会当脱去遮束缚咱的锁仔，然后伫即个厅内底得到真实的透放。互所有接触到咱的遮教会的兄弟姊妹性命的人，拢活出性命真实的光。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你，因为你的听伫文山教会，因为你的听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内，也因为安尼，当阮愿意接近你的听，脱去束缚阮的锁仔的时，阮的性命就互你的听来充满。也互遐伫黑暗中间的人，因为接近阮，因的性命就受到光来照。愿主，你来使用阮的教会，阮所有兄弟姊妹的性命，互阮真正伫即个世界真做你的光，的代言人，互阮会当伫即个世界活出真做光、真做盐的一款的性命。愿主来甲阮的教会同在，互阮的教会时时刻刻拢照着你的旨意来行。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咱来唱回应的诗歌，新信诗140首。耶稣的手扶持我，耶稣的手扶持我，安稳伫伊胸前，仁爱若阴雨夹我，互我灵魂安宁，温柔疼痛的声音，话解我心忧闷。对阴光天堂降临，常常安慰是阮。耶稣的手扶持我，安稳伫伊胸前，仁爱若阴雨夹我，互我灵魂安宁。请起立，因转首。
是我心所欢喜，伊是上我最爱，上上的故事可以，亲像咱世上我，我着为着世间，对我为敌，天空中我的梦啊，你出现了天地，耶稣的救起我，安稳的平静，平安的引领我，我灵魂安宁。请坐，即时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若是你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请坐。即时我来报告，伫报告进前，咱做伙来读经句2遍，伫周报的第2面。咱即摆来读，请伫听的内面无惊吓，多多矫正的听，赶出惊吓，因为惊吓就刑罚。囝仔惊吓的伫听袂有矫正。约翰一书4章18节，伫听的内面无惊吓，多多矫正的听，赶出惊吓，因为惊吓就有刑罚。囝仔惊吓的伫听袂有矫正。约翰一书4章18节，咱来看下周的圣工分担。下周的聚会内容，圣工分担第一礼拜领唱何泽文弟兄、苏磊、许冠成长老、苏琴、庄以玲团导娘、献诗松虎团客、苏宪、林忠豪执事、张义如执事、
交台林中豪技师、黄柔珍姐妹、英孔、钟宏邦弟兄、许承恩弟兄。后周的聚会内容，拜三的查经祈祷会主理是黄文宏长老。咱查考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2章第4节到第13节，请咱大家会使先来看。台语礼拜的主理是李豪传道师，经文是以赛亚书第1章第1节到第20节，题目是心灵甲诚实的敬拜。神圣诗甲根据大家会当伫厝先来准备。即马咱来看教会消息报告，伫周报的第6页。第1项，儿童主日学通知，本主日华语礼拜结束了后，伫旧堂举行线内的课程准备。内容是快乐的回家，请同工参加。若是对主日学服侍有感动的会友，嘛会使参加，会使甲赖韵如长老来报名。第2，玛纳团契生活营，因即马伫台东举行生活营，请大家为因代祷，求主看顾因出入平安，伫信仰中会成长。第3，张文玲长老家庭礼拜，线内的礼拜6，8月30号，伫宏志茶厂举行家庭礼拜。要参加的兄弟，请伫1楼来报名。时间是伫咧下晡3点，地址有写伫顶悬，大家会使参考。第4，信用课程，线内的礼拜6。8月30号下晡1点到2点要上课。第5项，圣诞节、感恩节筹备小组开会通知。后主日8月31号12点半伫地学室召开本年度第3摆筹备会议，邀请主日学校长、圣歌队队长、敬拜团团长。甲各团契的会长来参加。若是对圣诞节活动筹备有兴趣的会友，嘛会使参加。第6，教育团契组开会通知，后主日8月31号中昼12点半，咧1楼大个会议室召开会议，请组员参加。第7项，社青团契性命成长课程，后主日8月31号1点半到4点，咧旧堂上课。第8项，资讯组通知，音控教育训练咧后主日8月31号下晡1点，咧教会3楼举行。若有要参加的会友，会使伫1楼报名，会准备中昼顿。第9，经常费甲牧师馆基金收支。本年度1月到7月报表写伫咧周报的第9面，大家会使来参考。第10项，亲子小组通知。亲子小组要伫咧9月13号礼拜61点半到4点半开始本学期第1摆的聚会。聚会内容是与孩子一起立界限，拢总有13摆的课程，未收相关的费用，请大家参考。若是有意愿参加的，请甲赖韵如长老报名。第11项，本年度诵读圣经活动，咱即马请任教技师来报告。兄弟姊妹平安，请咱掀开周报的第2页。
基督徒有8项爱做的代志，其中第2项就是逐工拢爱读圣经，所以来哦，咱逐个来读圣经。所以咱有办一个教组，就有办一个读圣经的比赛，吼，日期是定伫咧9月28下晡的1点到3点，咱要举行。啊，咱会使为下礼拜就开始报名。你今仔日确定啊刷了，咱就会刷。你就会使看上倒一个，甲你感觉会使组做团队的吼，2个人以上，咱就会使来报名。啊，过来就分足侪团契啦、中级啦、敬拜团啦，搁有咱的万丰教会、咱的主日学，各个团契也是幼稚，你家己组队起来拢会使，2个人就会使吼。啊，以上就会使。啊，过来咱详细来看咱的周报的第10页，第10页甲第11页内底，咱有分做台语组甲华语组的，吼，台语组甲华语组，吼，那咱的圣经内底要读的圣经在咱的教会会提供，吼，当你有确信你要读倒一段的时，咱教会就会提供互你咱的圣经在。啊，咱要读的版本，台语是咱台语汉语本。吼，台语汉语本，这个圣经免惊，迄网络观顶拢有读互你听，吼，所以免惊讲，哎，我会袂晓通呢，袂，咱网络观顶，啊，可能你伫厝诶是用目睭家己看，吼，啊，细声家己念，啊，咱做伙来，咱读圣经，应该使咧大声来读出来。吼，互咱家己甲咱身躯边诶人，拢会当得到对透过读圣经来得到利益。啊，咱诶华语版本是咱即摆现代中文诶译本，2019年8月迄个版本。吼，所以咱教会提供互咱大家。啊，过来咱咧比赛诶时阵吼，咱有一个是故事类诶。哦，圣经内底拢是故事吼，哦，咱就是透过这个信仰的前辈的脚迹，甲上帝安怎建立关系，吼，而且内底足真实的吼，迄个忧伤痛悔啦，吼悔改的吼，还是得救的拢有，吼，所以咱有分故事类的，甲分做，因为透过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我要悔改，我要忏悔，我要学乐，吼，我要颂赞，拢是共款有一个迄个。毋是故事类的吼，你来参加比赛时呢，倒边经一个，正边经一个，吼，啊，你读的方式安怎读拢会使，吼，你徛咧读，对，徛咧读，坐咧无坐咧读，吼，听你着徛咧读，啊，无走来走去读，安尼会使无吼？只要你是徛咧，你是要2个人做伙读，还是轮流读，还是你一句我一句。吼，还是你2句，我2句，还是你3句，我1句，啊，拢会使。吼，还是用迄个你扮演什物角色，啊，我扮演什物角色，拢会使。吼，原则上拢会使。啊，大概时间大概是一组是5分钟。吼，啊，因为有一个抽题时间，所以请，歹势5分钟的时，就会迄个亮啊，甲你提醒。吼，啊，提醒煞，请你伫个20秒以内完成你的读经。啊，是迄天9月28日，迄天下晡，会记来报道哦，吼！啊，咱念到你的名的时，咱就会请你来上台顶来读圣经。啊，咱的评分标准呢，拢总5项。第1项是你的发音有正确，吼，发音有正确。啊，过来就是咱有迄个评审委员啊，吼，咱有迄个评审来当来注意你的发音。搁有你的家字有清楚，吼，家字咱有清楚。搁来是你的你读圣经的时，的声调是有变化，吼，亲像咱咧讲话共款，有当会较激动，有当会较温柔，对无吼？啊，所以咱的声调有变化。过程呢，你讲了足冷淡的，吼，无迄个动动顿顿安尼，吼，坎坎坷坷的安尼。啊，过来就是你伫舞台观顶，你咧讲的时，逐个拢目睭金金咧甲你看。逐个感觉哦，你读了，我感觉有听有你咧读啥，而且嘛有受到感动，吼，还是讲我感觉我读咧你咧读的时，我听了无困去，啊，无要紧啦，困去得到安歇嘛是介好啦，哈。问题就是过个过程，你有即个舞台的迄个魅力的台语袂晓讲吼，就是舞台魅力吼，互逐个真正的欣赏你伫舞台表现。以上咱有要发奖品。吼，嘛有迄个成绩上介好诶，甲你有特殊表现，拢有当得到奖品。啊，无要紧，
来的咱拢通通有奖，吼，只要来参加就会使得到这个奖品。所以请你吼，楼顶招楼骹吼，迄个亲情招朋友，做伙咱的会友招会友，客友招客友，咱做伙来组织咱两个人以上，咱就会当来组织来报名。好，以上报告。咱今仔日敢有新朋友的介绍？好。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今日有3位新朋友，第一位咱先介绍钱佩清女士，请你起来，大家甲伊拍一招呼吧。佩清姐是金河姐的查某囝，即马住伫美国纽约，即礼拜就拜4就要转去到美国啊，请坐，请坐，请坐。伊讲，因为因妈妈金河姐啊，伊住伫网甲，但是呢，逐礼拜拢足介意千里迢迢，无遮远啦吼，差不多120公里的千里的跋涉。来到目沙这个所在来参加文山教会的聚会，所以伊讲伊一定爱亲身来遮看卖这间教会，来体验者，来感受者。希望你今仔日有真好的感受，你会当转去美国，你吼能了解讲妈妈伫遮聚会的状况。好，欢迎，真欢喜你今仔日甲阮做伙聚会。第2位甲第3位是吴玉泉甲吴彩萱。请恁起立者，大家拍个招呼。好，谢谢，请坐。因2位是苏慧杰哥哥的孙仔，孙仔有2种意思嘛，在台语是孙，就是儿子的儿子 grandson 迄种，所以因爱叫苏慧杰叫姑婆，所以苏慧杰虽然看起来少年，但是辈分足悬的。是姑婆，吼，小学哦，因2个在小学，国1个小学，哇，看起来都很高了。欢迎你们2个今天一起来聚会，好，今仔日的介绍到这。谢谢。真欢迎继续来聚会，这是咱互相来请安。咱做伙来唱。Yeah.
请由阮家弟做伙来吟上吟新圣诗第392首，阿罗上帝万福本源，因是煞请科牧师祝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疼痛，主耶稣基督带来五万甲救赎，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伫地对一碟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灭倒。这是礼拜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